安，大家好，小等一下。罗先生你好，若有来的人，甲我斗起一下赞一下吼。那我都甲分享出去拄好。小师妹你好，小师妹，我好10点半，咱搁小等一下5分钟，搁两3分钟。大家好，今日是3月14號，2026年3月14號。這個真久無參大家見面啦吼，前個陣仔攏咧，前個陣仔有加一寡片仔啦吼，有興趣的去點看賣咧吼。这個用心制作啦，用心制作，歡迎大家欣賞者，甲我鬥分享出去，大家看者吼。我即馬喙裡咧播的是這個巧克力豆，好哦，摕去互恁朋友做生日用啊吼。食巧克力的。今仔日呢拍算要来耍这个Rockman X4 啊，洛克人 X 第4代啊吼。这会当讲是这个洛克人这个 IP， 洛克人 X 这个 IP 内底上互人就是伊一出的时阵，就互人惊到的一出啦吼。算讲洛克人伊这个系列呢，就重新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啦吼，嘛，伫迄个时代来讲呢，这个游戏嘛有真侪这个互人惊到的所在啦吼。我会记得迄个时阵去，迄个时阵嘛毋是讲叫网咖，应该嘛是阁是算是电动间啊吼。以早的电动间啊是干那台仔尔吼，所以有当时啊人就嘛会叫台仔间。台仔就是大台的台仔吼，你即摆去电动间仔呢，阁有会看着讲有迄个会踩即个电视，阁斗即个 PS 甲 SS 吼，互你斗钱，互你去耍。像是呢，阮遐台仔间内底呢，PS 也是 SS， 上侪人耍的游戏就是 X4 吼，我有印象的是这个恶魔城月下夜想曲，就是月下夜想曲啊吼，月下夜想曲，迄个游戏啊，做上侪人耍吼，去拢会看人咧耍这两地吼。X4 呢，若去你就听讲呼呼呼，就是听着当这路先摆的这个光刀啦吼，狂刀啊，毋是光刀吼，这个光刀也是光剑呢，咧扑啦吼。咱是头一届呢，会当好好啊来
用咱这路先摆的刀啊，好好来喷啊吼。啊，咱等下呢，咱今仔日会先大先算当然是爱大先算这路先摆啦吼。啊无，伊已经做炮，虽然讲第3集的时阵，伊第3代的时阵，伊会当出来斗相共一下，啊毋过其实无啥物作用啊，吼，嘛毋是足大的作用就对啊，因为主要的游戏毋是为着伊设计。而且也袂当，也无法度斗拍即个 boss， 正讲毋知出来要创啥啦吼。足奇怪，而且唯一一只有法度拍的 boss， 就是咱之前拍的 X3 代时，有法度拍的 boss， 结果拍了结果从休去，着重伤，睇下咧。哦，咱即摆吼 X4 呢，总算是有伊家己的故事吼，咱会当用伊来好好来算一下吼。对啊，好，安尼咱今仔日呢，就要来开始啊吼。Mega Man X Legacy Collection. Mega Man。我也是做袂惯系这个新的摇杆的伊个确定甲取消的迄个持有的位置。你好，你好，洪万你好，连洪万你好。今日要来算的游戏是这个 Rockman X4， 咱来看一下片头啦哈。其实你 R 就是因的军队的标志啊嘛。爱丽丝甲伊的哥哥，我用袂记叫啥物名，卡尼尔的款。原这洛克人 X3 伫 PS 的时阵嘛是有安尼，就是有这个片头，就是咱顶一集咱有放嘛吼。火箭队啊，下条一号你好。Rockman X4， 大家应该知影讲这个洛克人吼，伊伫日本的版本吼，伊号做 Rockman 吼，啊那伫英语版伊号做 Mega Man 啊吼。来，我先入面吼，
因为我今日想要用黑色的节奏啦吼，所以我先放红色的互恁看，等下来算黑色的，等下较看。哦，伊原底是黑的啦吼，啊不，原底是白的啦，啊不，毋是白的，我咧讲啥？原底是红的啦吼，啊，就生做安尼啦。啊，咱要来甲伊变黑的哦。啊，伊这第四代吼，黑色的节奏有吼，无啥物作用啦。就是伊敢若好看尔，好看。找只密码。这毋知是毋是？我先用 PC 版的方式看卖好。敢若看水啦，无带强的啊。你看，威力博士，对，2P 色而已，看水无看强呢。叫西格玛，甲西格玛行到要错赛。緊急事態発生！緊急事態発生！待機中のイレギュラーハンターは直ちに集合せよ。またあの夢か。毋知有成功无？等下，若无成功，搁再重来啊！哇，无成功，安尼爱用 PS 的秘籍。哇，深着的，过来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忙个失败啊呢！A 啦 A 啦，哦色诶，哦有啊 ，OK， 开工，做工课咯。你看，细汉的时阵看到这个节路出刀安尼，安尼偌爽诶！而且吼，伊甲即个咱讲打击感吼做了足好诶，就是一扑着物件，真正是有影爽甲，毋知要安怎讲啊，足痛诶。啊，靠腰，竟然弄甲死！啊，认真认真，毋通搁去遐咧，毋通搁乌白耍啊！
即若第一摆算哦，足够死的。就亲像安尼有无？第四，无伤久无算啊，小可袂记。迄就是第一摆算的时阵，拢会无细力着去互迄个石头第四啊，足好笑的。你看第一摆的时阵有即个地形变化呢，算起来偌爽诶。对啊，这个所在第一摆算足够死的，毋是去互怪物拍死的哦，毋是去互这个电视人拍死的，去互迄个石头地死。卡尼尔，日语看无，所以讲快转。啊无我就会当配音啊，来配日语，咩啊？配伊个台词互大家听哈。記錄。我がレプリホースの勇敢なる兵士諸君、今や我々レプリホース全員がイレギュラーと決めつけられた。だが我々とてこのまま汚名を着せられておくわけにはいかない。我々は自らの手でレプリ这有一个足无合理的所在吼。是安那因机器人需要爱用广播的才看会到。理论上因头壳内底毋是拢是电脑，你只要连接伫因的迄个电脑内底，就会当看会到啊。搁爱用这种荧幕放出来，这根本就是人类嘛。私もゼネラル将軍と同じ意見だ。いいか我々にはこれしか道はない。恐れず勇気と誇りを持って戦おう。我々はレプリフォース、史上最強の軍隊なのだ。哦，我听有史上最強の軍隊，史上最強的軍隊。剛剛聽有這句爾。ゼネラルのやつめ、とうとう動きおったわ。さあ、行こ嘛，行こ嘛。ここでゆっくり見物させてもらう。哦，讲安尼嘛是有理啊，因为现代佫有人类活咧哈。哦，你看这个音乐安尼，真是足怀念的。爱丽丝，电网帝都，赛博空丘，啊，这个是这个鸟头鸟。阿多肯灰龙，喷虾这个伊是啥？海马嘛，袂记伊是啥物？啊，这是香菇啊，这个狮啊，风雨啊，对啊，喷射风雨啦吼，风雨的台语我都唔知啊，爱查一下。咱是一个台语的频道吼，所以一定爱查会出来。袂当做安尼互过吼。风雨和这个航鱼啊，还是航湖啊？我讲发音航鱼，航鱼好，喷射航鱼啊，甲咱的香菇哦，分身香菇
好，第一关一定是爱咱的阿多肯辉龙吼。他们走路都会啾啾叫，哈哈哈哈哈！穿了啾啾鞋是不是？哈哈哈。手滑了一下就中了。哎呦，我迟疑了。哈哈，召唤哥哥帮弟弟通关之术，水哦。哎，我掉，真歹跳，哎呦！啊，都无掉。其实会当位遮跳啊，但是足歹跳，遮更较歹跳。所以我选择位遮。啊！啊挠诶，被火球砸死啊！加油！哎呀，这个爱心叫拍 K， 其实它可以用2段跳就可以跳上去了，两段跳我按，但是爱先拍香菇拍了才有法度。应该是要用冲的。哎，去你啊吼！哦，好。紧走，无要去迄个火球夯死。哦，保护。紧嘞，要死啊！这安尼拍袂过咧，先自杀好啊！无等下火龙都歹拍。火龙果，哎，火龙果来啊！今日こそお前に勝つ。对啦，我的回天剑，回天剑56连，回天剑56连。
迄个时阵摕到第一招这个龙岩刃的时阵，偌帅诶！看到伊安尼好溜拳安尼迄个即个剑安尼有火安尼起哩，然后迄小朋友看咧拢半暝拢困袂去，然后伤过兴奋去啊，伤过嗨去啊，知道？啊，有火这就是要来拍一下这个空竹饼。毋过空竹伊爱拍3个 S， 啊第3个 S 我可能跳袂过，就是爱后摆较来啊，技术无好，伊爱过3个 S 啦，对。爱丽丝足古锥嘿哦，哎呀，鸟味古锥你好哦，感谢你来看我，足欢喜的。认真，毋通第一个 S 都无摕到，足见笑。毋通第一个 S 就爱叫我嘴塞。啊！好加载。空竹，第3个 S 其实嘛是会使，但是足歹跳的，对啊。所以我先试一摆，啊若无法度，我就无爱去跳，爱先摕蘑菇的武器转来，较来跳，啊无伤浪费时间呢。但个舞到3更半暝，袂困去。今仔日手感袂歹哦，开安尼，今仔日手感开会较好。伊是拢是饭恁的福气啦！哎呦 ，S 啦！哎呀，朋友啊，你看嘛，今仔日的手感袂歹呢。今仔日这个饲这个，咱这个手花案饲了袂歹感谢哦，我足欢喜的，哈哈哈，一摆就过啊，真正有气势啦！认真，忙死伫遮见笑。啊，然后我竟然一摆就过啦，看安尼，够爽的啦！哈哈哈哈！蝴蝶，等下，有啊，这爽的啊，好爽，这爽的，爽袂退，今日拍魔王啊！一定是这个新的手环给我的力量，足好试的。手环就是手把第一刚来时，朋友唔知影我手把我会叫手环，还是目前也是这种讲法啦。也可以啊，还可以啊。网络上有一个歌手伊咧拍迄个版本伊的这只孔雀会侧干掉了，做好笑的。因较早拢会去改伊的这个声音档甲伊改到做好笑。Say goodbye。嘿嘿，多谢鸟咪古水的鹅乐，大家鹅乐啦，饭恁的福气，今仔日拍了袂歹，嘿嘿嘿。
落风破，甲风拍。顺利。拍蜘蛛啊！其实，若讲新手的关卡吼，应该是这关啦，就是蜘蛛这关啦，蜘蛛这关较好过。你若洛克人，你若要升洛克芒，一定爱升这关啦，因为爱先摕卡，先摕脚步装备嘛。就遮脚步装备就伫边仔遐，我无过啊，因为我无落，对我来讲无作用。手滑，我的手开始流汗，你知无？就会手滑。这无物件。我最爱听伊迄个刀啊扑落去，迄个声吼，听咧足爽快，还佫有迄个紧哦。较早细汉的时阵，足爱听这两个声，足欢喜的，听咧就足爽。龙眼浸，龙岩浸，龙岩浸。啊，这关就是安尼扑开会欢喜啦。哦，一刀全部死，爽。是安怎先起火咧？就是爱来烧这个手机啦，烧这个树啊吼，要起这个爱心嘛。这吼，细汉的时阵拍过做一摆，这种绝对袂记，伤好记啊！蜘蛛嘛是爱认真的，无说你会死去，因为我无伊惊的武器啊。其实杰洛的武器要甲扑掉伊足困难的，所以杰洛拍蜘蛛原底自头到尾就是拢爱用技术拍，足歹拍，伊无法度相克的武器无好用。好呀。
哎，伤过自信。起来！哇，顺利！哎，来自爱丽丝，你好，爱丽丝，你好，你好。有学长其实有一招，毋过伊是伫涂骹安尼扑一刀安尼，伊有一个绝招，就是迄个狮仔的武器啊。但是迄根本无作用，扑袂着。笑得好猖狂，哈哈哈！对啊，因为今仔日拍了就顺利的，就爽的，哈哈。嘿嘿，来后一关要拍上，互恁约。伊即个蜘蛛的武器就是电嘛吼，啊电就是即个雷神戟，雷神戟就是即个香菇上会惊的武器，所以来拍香菇。哦，罗真颂这个就是这个就硬核了哦，这个姿势就就是哈扣啊哦。伊的背景的故事吼，哎，因为我看无一语嘛，进前是拢会看漫画，但是漫画的迄个内容拢放袂记，而且漫画有当时也是改编的啊。啊，我要插你跳。蜘蛛3代、黄蜂2代的电竹伊牙刚甲学长是伫即个异常猎人是同一队啊！非正规的打人，非正规猎人，非正规打人。Zero 神拜，你的刀好帅！Zero 神拜，你的刀就帅。来，中 boss， 中 boss。这有两种拍法，一种就是豆豆拍，啊，一种就是甲有一个机卡会当豆含伊拼啊。我们先保守，让他保守的哈，豆豆拍。豆豆拍就好，要着去了吼。有一招就是你直接甲，互伊，迄个卡伊的身体啊，你就无敌嘛，你就无敌，你就跳落。啊！直接甲迄个口啊，吊杆甲弄啊，弄互你着伤，啊就无敌，啊就来甲处理，迄个足紧，但是足久无用啊，我惊讲等会死，无说你死巧伊。
足侪点呢。好，来咯！其实吼，若讲无说你无跳着嘛，无要紧，我嘛是跳会起哩。啊，只是讲，若我都直接跳是较水气啦。你看，就是安尼失败去，失败去要哪，就是爱为遮安尼跳。哎呦，蛤蟆落过。我卡掉安尼。好佳哉，无浪费伤济时间。最好听的声音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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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哎呦，混唔着朋友，混唔着朋友。哎呦，靠，用唔着枪，靠呀！像迄个升级，像迄个雷神剑去，雷神剑心掉，无彩，拍甲遮水，结果无说你巧伊。遮足够无说离去互迄第四。哇，拍魔王我无会咩啦！啊，这支最好拍，这只最好拍。这支刀毋是菜好看的哈。千变万化的揭露先辈的刀。便互你金死死！欢乐特务时间，欢乐业务时间，结束武器，就是安尼速死啊速死。空元武。哎哟，今仔日真正足
足顺的呢。好，看剧情。你若是洛克人，敢若爱含伊拍哦。若是洛克人的剧情是爱含伊拍。見損なったぞカーネル。啊，咱这路先摆是敢若动画安尼何をする准过今。からでも遅くはない。クーデターを中止しろ。断る。そうか。我拒绝，对不对？口头话路是不是？我拒绝。足可怜的，听无台语，身为一个听无台语、听无日语，身为一个听无日语的这个 VTuber， 安尼这敢有出团？やめて兄さん！ゼロは私の命を助けてくれたのよ。エリス。だが次は容赦しない。ゼロ的七啊！ゼロ、お願い、兄さんと戦わないで。二人が戦えばどちらかがきっと。誰かがレプリフォースを止め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。按因行路真正拢啾啾叫呢，足吵的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！哎，大家要后一关要拍啥红？啊，来升一下兵啊！哈。冰霜海象，冰霜海象，你看，背景这支毋是这支，背景这只牛，这只牛就是三代迄只牛啊。哦，我即摆已经有2段跳啊，2段跳我拢袂记啊。补一下医馆的。啊对啊，咱伊第4代的时阵吼，伊甲大跳做甲有残像，你就是讲残像，就是你看你的身躯后壁有一个红的影有无吼？你若一般的跳是无哦，啊你爱即个冲的时阵伊会走出来，啊你若冲甲跳做伙起，伊就有这叫做大跳。升洛克人 X 的人一定爱去下样即招啦，无你足侪所在你跳袂起。技术的所在就是伫遮大跳。爱心伫遮。再搁有一个宝物，有人讲是这个Rockman X 这个史上啊，历史上上无路用的道具啊。细汉的时阵，搁咧想讲这到底有啥物作用呢？原来就是讲哦，你原底你死的时，你每一届你接关的时阵，你的命是两条，啊伊甲你变做。接关的时阵变做4条，安尼伊的作用就是安尼。来，这个所在咱拢号做啥？小朋友下楼梯。各位老观众，你敢知影啥物叫做小朋友下楼梯？小朋友下楼梯，有人算过无？啊，有小朋友下楼梯嘛，有小朋友上楼梯。
啊，看来是无人算过。啊，个是唔对。啊，我拢会封，我拢会喷唔着别人物件啦。之前的电脑的小游戏，小朋友下楼梯，差多就是小朋友下楼梯就是差不多安尼。超爽的，这关就是要安尼扑来扑去啊！哎 ，W 关退掉啊！哦，只有一只鸟啊吼，伊会甲规个画面拢变起来，咱袂当互伊变着。还是恁想要看讲，若变起来会生做啥款？这款真趣味的，就是讲，做者伊迄个变吼，互你扑甲足爽的。来，咱看变起来安那？哦，变起来了，会生做安尼啦。连伊个小兵嘛，可以互伊变起来。哎呦！怕魔王啊！冰霜海象，杰洛的武器会当捡两只，应该讲伊的迄个火刀会当捡两只。啊，靠呀！无说你个用着交易，无说种用着迄个雷神剑。阿志伊就是好烫的意思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阿志伊。拜拜。阿志伊，作小。今仔日拍了足顺势的，袂歹。冰烈斩，啥物人会惊？就是迄只红鱼会惊。喷射红鱼。毋过头前骑乌多摆吼，我惊讲会死足礼拜。乌多摆，每一代的乌多摆拢足歹骑的，每一代罗克曼的乌多摆拢足歹骑的。敢若为第2代开始嘛。食着就好啊，爱心食着啊。
哎，无跳起来，最后一关啊，结果你看，我就知影会死到一摆，反应袂过来。过啊过啊，第一趴过啊，第一趴。改车改甲会喷迄个，会当弹即个镭射，真啊真正，毋知民国几年才有法度安尼啊？红互你死！伊会出，伊会伫遐咧拉塞迄个魔王，即关的魔王。我为着要抬伊，结果家己死。啊！衣冠无克着，衣冠伫顶头。啊，胳膊退掉，第二个在跳。当我袂记你爱去就爱先跳。我的闹钟拄啊好倒啊，害我死一条命。我会乱情啊！哎，爱跳啊！小平台第一个没有，第二个、第二个就爱跳。哎，小平台爱跳，小平台爱跳。
紧！不可以为了骑一个乌多摆啊，做一个飘车，结果飘到这歹，哈哈。小平台爱调啊，嘿 ，OK， 不会，这魔王我有信心啦，豆豆拍就会过啊。红鱼，喷射红鱼，伊会生囝哦。クラゲの方がまだ手応えがありそうだ。歹势啦，回天剑武六连，卡多看到伊的火瞬间就无去啊！这就是咱的回天剑的厉害，回天剑5、6连。挥剑局。来拍咱的鸟头鸟。魔红鸟头鸟。咱这个飞行机的机器人真正超好用的，因为伊的枪支是会当追踪，就是咱还是有导弹呢，有会当追踪啊，超好用的。竟然嗨去啊！哇！啊！我哈，惨，无注意。想讲会当安尼，就安尼就过啊讲。好加载，来。
摆一定爱过，气势，一摆就过来哟。唔通阁浪费时间咯，一定爱过哦。OK， 过啊！一摆就过，这头前是这顶头是啥？就是洛克人伊的手部的装备。是对。大家拢会智慧雷神之去，轮神叫几个乌白走出来啊！来咯，见鸟头鸟，鸟头鸟惊啥？落风炮。我々を敵に回した報いを受けよ。我的落风破快招不出来，等一下，先对掉去啊！哦，原来是R2。伊这歹用的就是讲，伊个落风炮，伊有足侪粒的这个枪支嘛。伊个枪支若着较侪粒的，伊就会了足侪火。啊，若着一两粒，伊就了一滴滴啊尔。啊，但是落风炮敢若会当放4摆，啊，你一定要伫这4摆内底，互伊着较侪发力，伊才会死。天空靶是啥？天空靶就是你的剑嘛，变做紫色的。好，狮仔上尾啊，只狮仔。狮仔嘛是无伊真正会惊的武器啊。这路啦，对这路先輩来讲，伊无真正惊的武器。做一个测试，哦对啊，出来了。我开始起的衣冠，等下，笑伊啊！
火车火车要对倒位去？哎呦！小魔王来咯！应该爱先武，伊先爱敲一个龙焰刃，啊，较来用回天剑舞较对，安尼较顺。哦，落一条命，落一个头盔，互我袂歹哦。哦，我是机器人咯，光剑机器人。网络上哦有一个方法，就是会当用洛克人坐这只机器人啊去建迄个上尾仔模，但是是用毋是，迄是用 bug 用的啦，用非正规的方式。非正规猎人的方式用的吼，我有看到迄个短影片啊，真趣味。我还感觉这关足久啊，这台火车足长的。快还未到车头，到啊！火车已经到车站，阮的目眶已经红。小僧ちっとは楽しませてくれんだろうな。口住，小子，对不对？哎呦，升贵桃也他妈细。他妈的会死！好加载，好加载，玩过头。啊，这紧激风牙。所有的道具拢摕着。先来补一下衣冠。
搁一摆，应该就满啊。第一个小魔王，敢若是卡尼尔的款。卡尼尔，你若毋知影要哪拍，毋知影伊惊的武器吼，无好拍。啊，你只要知影伊惊啥武器，你就好拍。啊，伊失败。佮用着衣冠真正是浪费。承担后果，就是佮补一摆啊。第二个魔王关就是拍将军，将军无拍。就是足大只的迄无，超级大只的，应该是罗库曼史上上介大只的，一只，上介大只的，无人比伊较大只。将军，将军来哦！啊无啊！敢若先拍爱丽丝的款，我想起来，敢若是先拍爱丽丝。
啊，要含七仔相拍咯。兄さん、私を守って。毫不留情。啊来啊！要看这路先摆什么？看这路先摆扣啊！アイリス捞机油出来呀！しっかりしろアイリスお願い。不对，你个金属这里，哎，你手を出さないで。一緒にレプリロイドだけの世界を目指しましょう。アイリスレプリロイドだけの世界なんて幻だ你看看那，そうよね。でも信じたかった。レプリロイドだけの世界であなたと。アイリスアイリスアリス，アイリスアリス，アイリスアリス，アイリスアイリスアリス。アイリス啊！先做啊，天公伯啊！一体何のために戦っている明明就是机器人，是安那袂当互我？我已经互我2摆啊，是安那袂当？机器人毋是甲头壳甲伊挽掠，啊个重新去做就好啊。上会当甲我讲是安那机器人袂当互我？是安那咱这路先摆已经互我甲遮一摆啊，拢袂死。啊一个一个爱丽丝是安那无法度互我咧，都是地。爱面包超胖超人哦，爱面包超人啊会使，小胖超人，嘛毋是小胖，就是胖超人。これも定めか。仕方あるまい。遮大只敢若迄粒小头会拍一名。啊！可恶！要靠近帕爷小头就麻烦了。
哦，好你加载，过啊吼。哦，小胖超人是配角，主角是红豆胖啊哈，红豆胖超人啊哈。好哦，原来主角是红豆胖，哈哈哈。欸，我食到遮大汉，头摆知影，原来伊是红豆胖，哈哈哈。补一下医馆的哈，补一粒尔，真紧，来2抓就好啊。刷来就是要拍4个码咯。12点咯，拄好12点正。来，8代超人，来吧。8代魔王。ここを通すわけにはいかんのだ。啊，伤杀。网络顶有一种拍法，就是蜘蛛啦，伊若无伫画面内底的时阵，伊无啥物防御，所以无防御就对啊。伊无防御，你会当直接甲伊敲足侪回，但是迄只我袂晓，莫浪费时间，用上土的方法拍就好啊。醜いものは滅びておしまい。孔雀饼来。哎，都无对。tempo 抓了歹啊 ，tempo 抓了无好，毋是伤早就是伤晚。孔雀饼。混虾航鱼。グ
軍の誇りにかけて貴様を倒す。遐，你无遐呢吼。哎，这关是好人好人，敢若是香菇的款哦，来对啊。弱い友達はいらないからね。呀。来，香菇轻轻松松砍酒，轻轻松松砍酒，来，好一，嘛是爱先补一下血。无啊，无要紧啊。哦，海象。ぶっ潰してやる。覚悟しな。熱い。哎呦，兄弟！熱い。熱い。海象嘛是轻轻松松砍酒。哦，补满咯。刷来是好人呢。超特急であの世に送ってやる。毫无难度。
是，无啥物困难度啊，对啊。无啦，其实用节奏嘛是爱小可爱有技术啦。哈哈哈。哦，鸟头鸟，安尼上尾啊是火龙，火龙金魔体。我々を敵に回した報いを受けよ。受けよ。我竟然去互伊涨着呢，第一摆互伊涨着。来啊来啊，再来涨啊！不要选这会。火龙无一定会歹的，因为即摆无机器人甲伊斗相共，来硬的了，真正是硬斗的，可能爱用着衣冠。力こそが全てだ。哇，衣冠撩起来伊啊！看动画。隊長隊長！おお、这段故事真趣味哦。はい、あちらの扉の中に。ご苦労。あとは私がやる。隊長自らが。これ以上お前たちに犠牲が出ては困るんでな。転んでな。杰洛起迄个时阵起笑的时阵，伊即个时间点是伫即个第一代进前，第一代时间点进前。咱等下咱看到咱的杰洛摕即个加球铁棒哦，啊，这段就是伫网络顶人有来接迄个布袋戏的迄个。一剑万星迄段就应该是我会记得就是这段，一剑万星含着小体阵就是这段。来，加九铁棒被照出来啊！哈哈，来啊！加九铁棒，人摕弓箭，伊摕铁棒，就当我就行安铁棍啊，就我就行安小阵啊，你看。
竟然一支手叫叫人找不到的。シグマ隊長だ。さすがだ。隊長にかなうレプリロイドなどいるわけだ。赤いイレギュラーを修理センターへ運べ。それとドクター・ケインに連絡を。あのイレギュラーを調査する。恁两个细只个伫遐咧抱，お体の方は。恁爸拍了半小时，他妈往生去。这摆可能是先小试牛刀啦吼，因为爱补一下医馆的，上尾只的西格玛拍袂死，拍袂这么啊！按两个医馆较有够，一个可能我无法度过，这个足白痴的这个模。西行西个吗？这只的重点就是卖互伊的迄个镰刀吼，插伫涂骹就好拍。我惨！哦，好佳哉，死啊！无说你互伊插伫涂骹。好，我拢甲这四个嘛合做天地四个嘛。啊，插迄个翻译的讲，涂骹迄只是地球四个嘛，啊，这大只我袂记你叫啥名。宇宙の塵になるがいい。这黄色的上歹闪袂过。死正常，我咧气。无死掉正常没关系，因为我爱一直走到一直拍到迄个医馆末啊，先煞灌洗一下伊的迄个攻击的模式，上尾只的攻击的模式，爱灌洗一下，所以这几摆我拢是。试看嘛安尼啦。
若有机会较过，若无机会我就放互出，啊，就是惯死一下伊安那攻击，安尼较有法度过。乌里啊！好，即只算足好拍的4个嘛，但是上尾只就无好拍，有当时爱拼。地獄に旅立つ準備はできたかね。嘿嘿。啊，买好，先死。刚刚2个衣冠末，他来拼第最后一战。とびきりの恐怖を味わってくれたまえ。这只毋是介困难，但是做啰嗦。伊拢安尼避开，佮出现，避开出现，拍足久了。死神4个嘛，现面来。愈来愈顺手呢，拍这只。宇宙の塵になるがいい。蓝色的头算是上好过，上好处理。水啦，涂骹这粒收起来啦。
地者收起来啊，天地双者，即马剩天者。运气袂歹，拢是拿色的较济。先补起来，补起来，即摆有机会。会过哦，过啊！我搁留一个衣冠互你啊！顺时真个哦，今仔日拍了真正有足顺的，足爽。欢喜甲破关咯！这路先摆破关。哦，搁要向前行，哈哈。将军啊，不可啊！啊，过关。咱这个用 Rockman 就无遐好过啊 ，X 就无遐好拍，X 无杰洛遐好拍。哦，威力博士。これが本当の俺なのか、本当の俺ってやつなのか。結局誰も助けられなかった。アイリス兄さんやめて。アイリス嘿啊，俺たちのことだ。結局みんな期待就是イレギュラーなのか。为着这路先败，但是X 的伊的炮啊，伊的自开炮嘛是足水的，就是噔噔噔噔噔噔噔，等离子炮，电离珠炮，电离珠炮。好，今日先拍到这，感谢各位。哦，今日拍得足顺时，不然我想讲要拍到1、2点嘛。袂歹袂歹，有头前的迄个空丘边啊，迄关第3个关卡 S 好，真正我今日跳到足欢喜的，爽！多谢大家。哦，咱甲照往例啊吼，嘛是来甲即个片尾吼，甲伊看了哈。片尾看了就开来刷哈，开来刷过。多谢大家。Animation stuff， 是种专英语的，应该讲是专罗马拼音的，无甲因写汉字。Alice is coming, Alice， 耶！多谢你来。感谢咱的新的朋友连宏远，宏远连啊，应该是姓连对不对？连宏远，感谢阿丽苏。啊，这摆这个 X 第4代吼，拍了后，我就会 X 的系列我会先暂停。
洛克人的系列会先暂停，啊，刷来应该我会先拍其他游戏，啊，若嘛有可能会开歌会，对，歌会咧准备当中吼，那后一拍若要拍游戏，啊，毋知我讲毋对，我搁爱搁爱去升一摆啦，迄个洛克人。用洛克人过4代吼，安尼较会当去收起来。就是反正就是 X4吼，后一摆洛克人拍了后，先拍刷，啊洛克人的系列我就会先停啊，啊就耍别项游戏，嘿，对，暂时拢是拄快啦。若有法度事先知影讲倒一工会有法度拍，我就是会先讲。但是即摆应该较无法度确定，应该是拢是。啊，若会出来耍，就是拢即个时间啦。若要开播，就是拢会即个时间。然后倒发拢是即个时间，就是暗时差不多9点10点以后。OK， 好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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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， 大家好，转来吼，来要来甲大家讲拜拜咯。哎，我来看下，有啥物人伫咧？好，来线顶的朋友，Alice is coming，Alice 你好，来甲你讲晚安。佮有小师妹甲你讲晚安，感谢你来。佮有社畜1号甲你讲晚安，感谢你来。啊，佮有连宏远。感谢新的朋友，感谢你来，甲你讲晚安，再见。好，今仔日就到遮吼，收无甲放落。好，再会，有闲再过来，我是八音仙果啊，欢迎你来。那新的朋友会记你试这个订阅咯，啊，佮甲我试一个赞的吼，感谢你。会记你订阅咯。若有介意今仔日影片，请你分享互你的亲戚朋友吼，来亲朋五十朋友70，拢来遮吼，看咱仙果一百吼，感谢。会记你哦，会记你试赞，啊，佮爱试订阅吼，啊，分享互你的朋友。再会，有闲再过来，感谢社畜1号。期待后回再相见哈。好，我要关门啊！要关门啊！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今仔日苹果耍的洛克人 X4 这路线吼已经到这结束今仔日真顺利。一个就破关啊，袂歹。后回呢 ，X4 就是轮到就钓这个洛克人 X 本人吼来破关哦。敬请期待。毋知有法度像今仔日遐顺时一暝差不多2点钟以来就甲牵少起来无？惊讲搁爱拖一集，望是袂啦吼。啊无就是。这个签这个密码，这个金手指甲签落，用一开始就用迄个黑色的装备，黑色的盔甲安尼就是自头到尾安尼咻，安尼飞来飞去就过啊。伊洛克人的密码就是一开始就我都摕到
归属的上强的总比啊。依依不舍，还是要说再见啊！到家哈，拜拜。